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而且推估2026年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所以老年相关的病症的预防治疗也越来越重要。其中一项好发在老年期的就是帕金森病。那我们如何及早发现，透过医生来确诊，进一步控制病情，我想十分要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都要好好来探讨。现场很荣幸为您邀请到是成大医院神经部林典佑医师，我们有请林医师先跟观众问好。各位民众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神经部林典佑医师。大家好，好，欢迎林医师哦。那我想帕金森病跟这个失智症跟脑中风并称这个老人三大脑病哈。那到底什么是帕金森病？那请医生先下个简单的定义。是，帕金森病在目前高龄化社会里面，的确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经退化疾病。是，那我们所谓帕金森氏病的定义，就是关于我们老人家动作开始变慢，常见的包括了肢体颤抖、动作僵硬、动作缓慢以及步态不稳。大体上，我们老人家一旦出现这4个症状的其中2个，就会怀疑是帕金森病。那我想很多病患在诊间都会常问到医生说，很多人把这个帕金森病跟这个阿兹海默症搞混哦，两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是，对一般民众而言，这2个病都是专有名词，它其实都是从英文的人名直接翻译成病名。对，那其实2者在疾病的这个症状上面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的。是，帕金森病是以一种脑部退化疾病，临床症状会以动作症状为表现。那我就如同我刚才所叙述的，病的临床症状会有动作僵硬、动作缓慢、肢体颤抖的问题。是，相对来说，阿兹海默症它临床症状通常都是以脑部脑力退化、记忆缺损为主。是，那这样子的老人家可能就是说，他的记忆力又比较不好，可是他外出行动、日常生活的一些肢体的活动度都会相当正常。那所以在2者上面的症状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差异。那所以这样讲，就帕金森病它就是应该不太会列入这个所谓的这个失智，或者说就是他脑力的退化跟有关嘛，对不对？帕金森氏病一般而言的话，在早期症状的话，也就是前面的5年、10年，大体上是不太会有认知功能、记忆力的退化，除非在帕金森氏病的末期，才有可能会出现记忆退化的这个情况。这样子。OK。好，那我知道就是帕金森的盛行率跟年龄是相关哦，所以年长朋友得到这个帕金森病的机会是到底有多常见？听说有些人是跟比中奖的几率还高的对，是高得多了哈，就比乐透机会高得多了哈。那根据台湾的研究哈，那像台北荣总啊、台大他们都有相关台湾流行病学的研究，帕金森氏病随着年纪增加，得到的机会越来越高。是，那如果我们以65岁的高龄者当做一个分水岭而言的话，在台湾目前经过研究，盛行率在65岁以上的高龄者，得到帕金森氏病的机会大概有1%，也就是说每100个65岁以上的高龄者就会有1个人是帕金森氏病。那国外的比例也是这样子？是，大约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年纪越大，机会是越高的。好，我想当然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好，那患者第一个念头都会想说啊，为什么是我？那其他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或者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好好的，那老了得到这种病。那依照这个目前的研究，这个帕金森病是什么样的变化或原因所引起的？是，帕金森病是由脑部一种叫做黑质脑细胞的退化所引起的疾病。是，那黑质脑细胞在脑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它能够分泌一种荷尔蒙叫做多巴胺。这种多巴胺它可以刺激我们脑部里面基底核的神经分泌一些散发出一些正常的神经讯号。是，这些神经讯号是控制我们身体动作协调度、灵活度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结构。是，那由于我们脑部的黑质细胞的退化数量的减少，导致我们脑部里面多巴胺的数目不够。那于是我们的基底核它的运作就不是那么的正常，它就会让我们肢体协调度出现问题，灵活度出现问题。于是不管是肢体颤抖、肢体僵硬、动作缓慢，甚至严重的步态不稳、常常跌倒，就会成为帕金森非常重要的核心症状。所以它就是个慢性的这个脑性退化的一个疾病。是的。那确实就因为多巴胺的缺乏，让大家印象当中这个帕金森病的患者通常都会手抖哦。那除此之外，在外观上比较明显可以观察哦。那医生分别我们谈谈这个运动的4大核心症状。是。
手抖的确是帕金森氏症非常特别、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是，多数的门诊到患者到我们诊间神经科诊间来，也会因为病人有这个颤抖的症状而担心是不是得到帕金森氏病。那其实它的颤抖有它的特别的特色，我们会称作它叫做静止型的颤抖。所谓静止型的颤抖，大概就会像是我手不做动作的时候放在腿上、放在桌上，它就会有一些颤抖的症状。相反的，一旦帕金森的患者开始做动作，譬如说他开始拿筷子、开始端碗、开始用手写字，这个颤抖的症状反而会减轻，甚至有些人会消失。所以它这个颤抖是有它的特色的，我们叫静止型的颤抖。是。那多数的帕金森氏病的患者，他的这个颤抖也好，还是肢体僵硬的症状也好，常常都会从单侧开始产生。好，所以它比较不会是对称性的发生。所以颤抖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症状。是。第二个核心症状是所谓的身体僵硬、肢体僵硬。肢体僵硬病人会觉得，哇，他有一侧的身体常常会觉得，哇，好不好动作，很硬啊，那可能类似像我们工作疲劳之后，哇，真的常常腰酸背痛、肢体僵硬，动作非常的卡。是，有些患者会跟我形容说，他好像觉得自己灵魂被囚固在一个这个玩偶身上这样子，然后那个动的时候都会有咔咔咔的声音的感觉，这个形容叫肢体僵硬。是，那动作缓慢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症状，这些患者也就会因为不管是颤抖也好，或肢体僵硬也好，就会导致他日常生活做事情动作会变慢。所以你可以常常观察到这些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这些长者可能他吃饭的时间变久了，原本可能只要半小时就可以把顺利的餐吃完，那他可能患者会变成哇，手需要1个小时，想快也快不起来，或者再进去厕所上个厕所洗个澡，他可能原本是20分钟就可以洗完了，哇，就发现家属发现怎么一进去就是半小时以上都出不来这样子，然后问他洗完了没，他就说我还没，然后还在洗这样子，那这个动作缓慢就成为帕金森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之一。最后一个是步态不稳，步态不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症状。是，那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步态不稳视作成老人的一个这个现象，但是别忘记，我们帕金森病的患者，他走路常常会产生一些左摇右晃、速度变慢、容易跌倒、身体前倾的状况，于是步态不稳也成为我们帕金森病4大核心症状之一。所以就是他那个，像刚刚提到这个手抖啊，他跟脚抖会同时合并一起吗？常常可以合并一起出现，但是也可以独一出现。所以有些患者是单纯只有手抖，有些患者是单纯只有脚抖，那有些患者是手脚都会一起抖。那如果像类似的步态不稳的话，他时常跌倒，也是会有类似驼背这样的状况。对，帕金森的患者走路会有一些驼背，他可能就是稍微身体前倾，然后头有点这样子微微仰抬这样子，走路小碎步，然后不断的一直想要往前冲的感觉，真的要走不快。患者会跟我说，会形容是他觉得自己的脚很沉重，跟不上自己身体的速度，身体想往前，上半身想往前，但是脚却跟不上，那于是病人就有些前倾，甚至严重就往前扑倒的这个情况。所以提到的姿态不稳，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哈。那像老年人他走路速度变慢，是正常的老化表现，还是说有哪些因素也会影响长辈的走路速度？是。其实就一般民众和医师的认知，其实年长高龄者走路速度的确是会变慢的，但是我们高龄者走路速度变慢，他的速度不会太快，不会太快。是，那不应该在例如说年纪轻轻，我们讲60岁、70岁就走路非常慢，慢到例如说要过个斑马线，绿灯都秒数数完了，都还过不去，那个就太慢、太夸张的慢。是，当然我们临床上面有一些数据可以参考，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3公尺的走路测试，去测试他这个走路3公尺来回一圈大概花多少时间。那一般常见的这个50岁以下的这个一般的中年人，他大概6秒钟之内可以完成。那年纪我们会说每大10岁，大概这个速度会多个0.5秒。那大概它是一个正常范围。那如果你今天70岁而已，然后他却这样子3公尺来回，却得花上8秒钟、9秒钟，你就要考虑是不是你走路速度慢得太离谱，会不是正常的老化这样子。是。那还有哪一些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的疾病会影响这个走路的速度？是。我们走路是非常复杂的一种这个人体控制的行为，所以其实只要各式各样脑部的疾病都有机会影响到我们走路速度。那当然，台湾最常见的可能会是脑中风。那脑中风的患者他
半边肢体无力，走路速度当然会受到影响。那第二常见的当然就是帕金森病，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那因为我以上讲的4大核心症状，造成病人走路速度变慢。但是除此之外呢，例如说有些人是因为脑部真的长肿瘤啦，脑部因为退化水脑的症状，还是有些人是因为所谓的周边神经病变，像常见的，例如说因为糖尿病的关系，造成我们周边神经功能比较不好，这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所谓走路时候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回馈性，他会觉得脚步踏地板没有感觉，于是这也会影响到走路速度这样子。是。我想，当然，就除了日常生活当中之前提到的肢体僵硬啊，或颤抖，或者说我们动作很缓慢、步态不稳、容易跌倒以外，那在这个非运动的状态当中，有哪一些症状也是怀疑这个帕金森病的上门？是，非运动症状是帕金森病一个非常特别的领域啦。我们过去研究显示，在我们帕金森病的患者动作症状出现之前的10年甚至20年。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这些患者他有一些非动作症状，那例如说便秘，例如说焦虑，譬如说失眠，譬如说肠胃不适的症状。那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叫做所谓的这个睡眠动作异常，或者是说它的医学专有名词我们叫做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所谓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我们形容的是说我们民众啊，在睡觉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做梦。做梦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睡眠的一个表现。对。可是有些人在做梦的时候，会把梦中的情境演出来，例如说梦到他被狗追，或者被坏人拿着枪要追杀，那民众呢，他就会在睡梦当中把这个跑步的姿势演出来，或者是说被人家追杀的时候，他想要反击，他就会把所谓这个拳头挥出去的动作，真的在睡梦中演出来。这个我们叫做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那这是蛮特别的现象，因为睡着的人本身不知道他自己在睡梦中有这些动作出现，因为他把梦演出来，可是他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可是往往枕边人就会被他被打到，揍得鼻青脸肿啊，甚至会被踢下床，这是在门诊常见的案例。然后床伴被这个病人推下床。是。那我们形容这个叫做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这个在帕金森氏症的动作症状出现之前，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患者其实会有这些问题。那像半夜如果常常做梦的人，是不是要担心他罹患了帕金森氏症？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也有些患者看到医学报道，的确会在诊间来询问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啊哈。其实您说的大概有一定的机会，的确这些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会造成所谓的神经退化性疾病。不过我觉得一个区分的重点是，他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些症状演出来。如果说只是单纯他很容易做梦的话，不一定我们称作快速动眼期的睡眠障碍。是，必须要他有肢体的动作出现，是梦游，甚至是梦游，那个我们才会怀疑。那根据统计结果，这些有快速动眼期睡眠障碍的患者，未来10到20年之内，的确有3成到5成左右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退化性疾病。所以，如果一般民众真的有这些快速动眼期睡眠障碍的这个症状或困扰的话，其实未来是需要密切追踪，它是不是有一些神经退化的症状出现。那如果一旦有的话，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很重要的。好，医生提到这个早期诊断那像刚刚提到这个运动跟非运动这些症状，一定要提高警觉那我们进一步来诊断帕金森氏病怎么样诊断？是的，帕金森氏病因为目前背后的成因，我们只知道是脑部的黑质细胞的退化，至于它是什么黑质细胞、什么原造的黑质细胞退化，坦白说，目前医学上面还有很多的争论，没有一定的答案。是，所以我们诊断方面的话，最重要的还是依赖临床症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4大核心症状，以及它的颤抖、它的僵硬是不是有单侧发生，它的这个临床病程像不像我们典型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临床优先怀疑是我们才会考虑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些检查需要被执行的。对，例如说我们常见的，我们会用脑部的核磁共振来做诊断。是，核磁共振最主要诊断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其他的患者，排除其他的疾病。譬如说水脑，它会造成走路不稳，也会造成肢体僵硬。是，譬如说广泛性的脑中风也会造成姿态不稳、肢体僵硬。所以我们的核磁共振是为了用来排除其他会造成类似帕金森氏病症状的疾病，是，而不要做出错误的诊断。
那我们还有一种叫功能性的检查，那个是所谓的多巴胺的核子的这个扫描摄影。多巴胺的核子扫描摄影，它可以透过核子医学的方式，可以直接去侦测我们脑部里面的关于多巴胺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这个量大概还剩多少。那我们可以是知道啊，它是跟正常的比较起来数目是一样的，还是它跟正常的比较起来数目已经有减少了。如果我们临床症状下核磁共振看起来没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病人的这个姿态不稳、肢体僵硬，再加上我们的多巴胺的扫描摄影发现他脑中的多巴胺含量的确也减少的话，我们大体上就可以推论这个病人得到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大概是有的，也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诊断，这样子。是。那会不会刚刚提到有一个忧郁的一个状况哦？那会不会他本来是被诊断是忧郁，但是他后来是因为诊断之后才发现他是这个帕金森氏病？是，忧郁的确它也是非动作障碍非动作症状之一，然后跟我们的焦虑是一起放在一起说的哈。不过帕金森氏病的患者，因为他认知功能是好的，他跟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不一样，他认知功能是好的。那一般人听到我得到这样子神经退化性疾病，其实大概生病没有人心情会好，于是忧郁症就会成为帕金森氏病很常一起出现的症状。病人可能因为肢体延慢，然后他又得到了这个病，他会有一些心情比较不好啦，他会做事情就会比较提不起兴趣啦，然后会变成他对人际关系交际也比较不希望有互动啦。那这样子其实会加重病人帕金森的症状，它会让他更不想动得更不好的症状加重，所以它是一个很常见帕金森氏病共病的一个症状。是，那只要是我们确定是帕金森病哈，那么怎样进一步来治疗？那我想应该就是患者的家属跟代替患者跟医生来讨论治疗的方向哈。是。我们刚才提到帕金森氏病有所谓的动作症状跟非动作症状，于是在治疗方面，我们在意动作症状，我们也在意非动作症状。那我们就会用药物的方式来尝试去补充脑部里面的多巴胺。那脑部里面的多巴胺量能够上升，就能够改善病人的动作症状，甚至是非动作症状。只是在治疗方面的话，我们常常会注意到2件事情，就是说，就如同我等一下那个投影片上面有提到的，一个是叫所谓的异动症，异动症；第二个叫做寂寞现象。这是由于我们脑部里面的多巴胺含量已经非常少的关系，我们不得不用所谓额外口服的方式来补充多巴胺。那毕竟额外口服的方式不是像我们人体自己所生成的多巴胺可以自己调控，所以于是有时候常常在帕金森氏病比较晚期的情况之下，我们补充多巴胺的量可能一下子浓度冲太高，于是会让病人脑部里面的多巴胺的量就会上升得太快，或者是说超出病人自己可以承受的这多巴胺的量，于是病人就会出现我不想要动的时候却乱动。我们帕金森的症状是肢体僵硬，想要动不能够动。可是当多巴胺的量高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病人就会出现我不想要动，他却自己乱动乱扭动，这是所谓的异动症。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肢体。那这是我们在治疗帕金森氏症使用药物治疗非常在意的一个现象，我们会小心调控这个药物。第二个叫做寂寞现象。寂寞现象其实来自于说我们脑部里面多巴胺的量很快就下降了，于是病人就是很快就会变成我原本可以活动自如，然后可能快要到下一次吃药之前，他很快的这个多巴胺浓度下降到让他全身僵硬不能够动。那我们都会这样跟患者形容，你好像电池没电了，突然间电池没电了，你的身体就不能够动了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在治疗当中也要避免病人会出现这样的寂寞现象这样子。那药物治疗方法大概有哪些？目前药物治疗的方法大概就如同我所说的因为是补充多巴胺为主，所以我目前有一个最有效的药物，也是最常用的药物，叫左多巴的药物。这个左多巴的药物，它可以吃进去之后，它可以补充脑部里面多巴胺的含量。但是除了左多巴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些种类的药物，例如说抗乙酰胆碱的药物，这可以多帮助我们脑部里面这个多巴胺的这个代谢。那另外还有多巴胺受体的促进剂，它可以让我们多巴胺的这个感受度变得比较高，我们可以自己活动的比较好。这些都是除了这个所谓的左多巴之外，额外可以考虑使用的辅助性药物。为什么听说只要用药之后，那个对药物的依赖会加重，是这样子吗？这是一个蛮实际，也是 yes 答案是确定的问题。然后因为帕金森氏病目前它毕竟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
所以我们目前在用药物治疗情况之下，我们虽然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不过目前的研究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告诉说，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药物可以避免我们的多巴胺神经元继续去减少。所以我们的确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多巴胺的神经元数目仍然持续在减少。所以的确蛮多患者在治疗的一段时间之后，譬如说5年、10年之后，他所需的药物浓度、所需的药物剂量就会不断的上升。那这不断的上升不是因为吃药的关系所造成这个神经退化速度更快，而是本身帕金森病这个疾病它仍然在持续缓慢进行当中，而不得不让我们患者所吃的药物的剂量跟浓度得上调。是，那我想一般的保守治疗可能有它的局限性哦。那帕金森病可以用开刀治疗嘛？那开完刀是不是就不用吃药了？手术治疗是目前帕金森氏病治疗的一个新趋势，也是一个蛮新的这个方向哈。是，过去我们都认为这些神经退化性疾病毕竟是叫做退化，对，它不是长肿瘤，那大概不太能够开刀治疗。不过这些年来，我们发现我们可以透过脑部的手术，那其中一个很有名叫深部的脑刺激术，深部的脑刺激术，它是透过脑部埋入电极的方式。那直接针对基底核方面去做所谓的电刺激，它可以让我们这个多巴胺的调控会比正常，会比一般的患者来得比较顺利。所以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埋入电极的方式做所谓多巴胺的治疗，我们称之为手术治疗，就是所谓深部脑刺激治疗。不过这种深部脑刺激治疗其实是一种辅助性的治疗方式，所以它不是一个帕金森绝对一定要使用的治疗方式。我们通常只会在选择疾病末期的患者或晚期的患者，这些患者往往他需要吃很高的药物，吃药反应可能就是落差会很大，例如说他很快就出现所谓寂寞现象，或者他很容易出现异动症。那这些需要很高剂量的药物患者，我们可以透过深部脑刺激术来帮助病人可以得到比较大的这个症状改善，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质，以及最重要的可以减少他吃药的剂量。所以手术完的患者仍然继续是需要吃药，只是他吃药的剂量可能会比手术前来的少，那吃药所产生的副作用可能也会来的比较少。所以那个所谓脑部埋入电极是真的要开脑把它埋进去吗？是的。OK， 不是在外边，不是没有侵入性的，是有侵入性的。是侵入性的治疗，就像脑部里面插入2根针一样，那插到你脑部里面去，然后会接线出来，接到心脏这边会有一个电池，那电池就可以持续的放电，对我们脑部的细胞造成所谓的电刺激这样子。是，那除了这些治疗开刀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做哪些的治疗方式可以来改善这个帕金森氏病？好，帕金森氏病是肢体协调度出现问题的一个疾病。对，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运动，可以改善我们肢体的这个协调度、灵活度。是，好，例如说很重要的像是跳舞、跑步、散步、小跑步、骑单车。甚至目前最有名的有实证医学研究就是打太极，这些都是有一些肢体舒展的动作，肢体运动的这些动作，这些动作可以改善病人肢体的协调度，可以对我们不管是他肢体缓慢、肢体僵硬，都可以得到一部分的进步。所以在非药物治疗，在不是手术治疗方面，运动各式各样的能够增进肢体协调度的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姿态都已经是在小碎步，怎么去跳舞呢？太极目前是被广泛研究的一种运动，因为我们在做太极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动作需要去维持肢体的协调，就例如说他可能身体会倾一边，然后可是他伸展的速度不用很快，它是慢慢来的伸展。那这样子慢慢来伸展，它不要求病人做快的动作，可是这些动作却又可以训练到病人的这个平衡感。所以太极是目前我也会常态建议我们一般民众，假设真的想要做一些运动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的话，是可以考虑学习的一个部分。一些这个病友团体啊，或者支持性的社团，可以来推荐给这些病友家属。是，未来我们成大医院大概也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病友团体，大概会把一些帕金森氏病的这个患者、病友家属聚集起来。那我们聚集起来，当然他们可以跟医师面对面，就是直接讨论治疗方向。那也可以通过病友团体之间的这个一些相互支持以及相互讨论，那我们可以知道
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照顾我们这些帕金森的患者，让他得到最大的生活品质改善。在医生职业过程中，有没有比较特殊或者比较典型个案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大概在3年前所诊断的一个帕金森氏病的患者。那她是一位大概40-50岁的中年女性。那其实她没有所谓手抖的症状。手抖的症状，她一开始的症状其实是走路缓慢、走路驼背，以及觉得走不快。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大概看了几乎是嘉义以南的所有能够看的骨科的医院都看完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走路变慢，大概中年人的话，他会觉得是可能是腰椎长了骨刺退化这样子，于是他就被开了非常多次的刀，接受了非常多次的手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背部大概接受了4-5次以上的手术。哇，整个背部又充满了伤口。可是每次手术之后，状况不但没有改善，甚至变得更糟。最后他就卧床了。但是他会被转到我门诊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骨科医师觉得他再也不能够开刀，因为已经开了4-5次了，每次开都没有进步，于是想请神经科医师看看，到底他有没有什么样其他方面的问题。那在我门诊的确看得到，他的确没有帕金森氏症会看得到的颤抖现象，但是其他核心症状，包括肢体僵硬、动作缓慢、走路不稳都有。于是我们帮他做了一系列检查，确诊其实他是帕金森病的患者，才造成他走路不好。于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帮他使用上所谓左多巴药物，他奇迹似的从原本是卧床，那现在来我们门诊是他可以自己走进来的。所以我还是要再次提醒这个一般的民众不是只有颤抖这件事情会怀疑他是帕金森氏病，走路速度变慢、走路速度不稳，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症状，而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一般的退化这样子。了解。好，那我们今天除了认识这个帕金森氏病当然希望大家对这个疾病要多一点警觉那一旦罹患，要用乐观的心情来面对，积极接受治疗。那今天非常谢谢医师的分享，祝大家都平安健康，再会，谢谢大家。